成为光，成为盐，成为祝福、施恩世人的管道。愿我们今天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了荣耀主你的圣名，为了要使人得着福音的益处。主，让我们心中得着盼望，得着力量。我们在敬拜当中邀请你与我们同在，在敬拜当中彰显你的荣耀，在敬拜当中你的圣灵就在你的教会。谢谢主，我们也要同心合意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一样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。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，让我们一起走过伤心，走过泪水，让基督的爱使我们的心再一次活过来。哈利路亚！走过伤心，走过泪水，一起来，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，用你的心伸出你手，让我们的灵魂，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，让爱来走动，让爱走动。
上阳光，弟兄姊妹请坐。基督的爱再一次来激励我们，我们就成为一个活水泉的出口。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活出基督在我们身上的爱。哈利路亚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给你用心爱，把心中
会友